求你替我心冤，伊久久无灭。后来想讲，我虽然无惊上帝，无对着人，但是因为即个守寡人豆豆来搅扰，我也要替伊心冤，免得伊永远来苦诉我。主阁讲，恁着听即个不义的官所讲，何况上帝敬的百姓，明日后叫伊也为着因宽容。 减无要替因心冤嘛？我甲恁讲，伊要紧紧替伊心冤。虽然安尼，人主教的时，减要拄着世间有神嘛？以上，这是咱要请小会议长蔡行生牧师来讲道。伊所要讲道的题目是：常常祈祷，毋通灰心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 让咱搁一摆来宣告吼，一切拢真顺利，祈祷就会当来。一切拢真顺利，祈祷就会当。我来当心祈祷，主，阮感谢你，你确实伫阮的中间，定定互阮来拄着你，也经历你奇妙的带领。阮恳求天父上帝，这点就进入阮的心，互阮有通听耳孔。 有受戒心志，祈祷感恩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主咱兄弟大家平安。今仔咱读到耶稣所讲的譬喻，伫遮讲到一个寡妇，甲一个审判官，就是咱讲法官的这个譬喻。但咱咧读这段的圣经的以前，这是伫路加18章。 咱搁往头前来看，伫路加17章26节到30节的所在，嘛去讲到拿阿的时代，嘛搁亲像去讲到罗德的时代。伫遮经文最后所安尼讲，讲亲像伫拿阿的日子怎样，伫人子的日也要安尼，因得啉食，得嫁娶。 到伫拿阿入大船的日子，大水到伫袂引正人，嘛搁亲像伫路德的日子，因得啉食，伫做买卖，伫种作，伫起厝。若是路德所出所倒马的日子，对天落火甲流洪，袂引正人，伫人子显现的日子，也要安尼。 所以对这，咱就看到，当咱决心，当咱立志，要大声求上帝国，要求上帝义来到的时阵，当你要成做一个光明的囝，要做伫合伫上帝心意的人，安尼我甲你讲，你的确会去面临真大的冲击甲危险啦。 所以，伫遮要提醒咱每一个人，咱伫今生，咱伫即世间，咱所有的一切，不过是暂时的，不过是短暂的。拄则咱伫读圣经的时阵，你有读到约伯记，咱看到伊是遮尔，逐项拢有的人，一项拢无欠缺的人，总是伫一瞬间。 好亲像伊失去所有的，所以体会即句话讲：想事的是上帝，提起的嘛上帝。原来是汤拍体出老母的体，咱嘛汤拍体搁倒转去。上帝的名是应该学落的啊！即句话意思是甚物？其实咱是生无带来，死嘛一项拢带袂去，敢毋是安尼？ 所以今仔咱所有一切不过是暂时的，咱爱做的不过是应该爱继续持续吞忍忍耐，爱有仰望甲等待，并且咱爱为着特别来的上帝国，伫遐定定做准备啊。但是这个准备，我感觉上好的方法是甚物？就是祈祷，就是祈祷。
若无我甲你讲，你所面对的困难，你所面对的痛苦，甲有时定定毋是互你真满意，也是你所爱的结果。我甲你讲，你的确会灰心失志，你会有最失望啊！祈祷，毋是咱基督徒为着要表现你家己的敬虔，所以你才有的动作。祈祷是咱踮伫即个末后的时代，你必须要有的生活的态度啦。我定定感觉咱祈祷的生活中间，上容易、上普通，咱就会去看到的失败是甚物？就是咱无法度有恒心啦，我们没有恒心，咱袂当坚持，咱袂当持续到上路尾。咱一开始为着某一个人，为着某一件代志，伫遮咧祈祷的时阵，你可能开始祈祷一天，你可能祈祷一礼拜啊，嘛可能你已经祈祷一个月啊。但是你感觉什么拢无改变，什么拢无得到，你就开始失志，你就开始灰心，你就感觉无望啊，无什么望啊。所以你伫祈祷内面，你就无要阁提起迄项事，提起迄个人，你感觉无采工。我你讲，安尼是上大的错误。因为有头无尾、有始无终的人，这种的人，无论你做什么代志，拢注定是无结果的。因为有头无尾的习惯，嘛注定到最后会失败的。半途而废的祈祷嘛是同款。伊真侪兄弟姊妹。伫新的年开始，伊嘛立志要好好读圣经，伊嘛真意爱要来祈祷，总是有起头，却无煞尾。灰心，互你生出失望；失望，互你生出毋信；毋信，就生出失败。我甲你讲，这拢是咱祈祷的致命伤啊！真侪人为什么祈祷袂落去？现在祈祷甲真无力，就是安尼。那真侪人问我，那安尼祈祷，咱来祈祷到什么时阵才停止呀？敢讲咱一直祈祷？圣经讲祈祷无煞，不住的祷告，对不？我袂祈祷到什么时阵我才当停啦？敢讲咱袂当将代志交托予上帝？我都交托伊，我都停一下。我来讲，只有一个答案：爱祈祷到你已经得到你所求的，还是祈祷到你心内有确实的把握？那无，就是相信上帝要为着你成就的时阵吧。因为祈祷毋是干那伫呼求上帝。祈祷嘛是伫抵挡魔鬼啊！上帝定定要使用咱的祈祷，来互咱赢过撒旦魔鬼。所以是只有上帝，毋是咱会当互祈祷停止。但愿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无凊彩。咱无随随便便就停止咱的祈祷，除非你清楚你的应允已经来到。是我嘛，常甲兄弟姊妹讲，你爱祈祷到时阵，你要祈祷到当时，甲别人讲，祈祷到主过来啦，祈祷到主过来，因为主讲伊要过来，但有一天是你去到主遐，就是无停止的祈祷，随时的祈祷。逐日的祈祷，并且你都要用信心的目睭看见你的祈祷已经得到应允。所以第一项要甲咱三个勉励，就是咱来定定迫切的祈祷啦。我们要常常恒切的祷告，
爱恒心、爱迫切的祈祷。路加福音18章第3节，安尼记载，讲伫迄个城内面有一个酒寡的人，就是一个寡妇，伊豆豆去见迄个审判官，就甲伊讲：有人甲我做对敌，求你替我伸冤。咱看到遮有一个酒寡的人，什么叫做寡妇？咱想就知，寡妇就是一个无依无靠、无通倚靠、无通帮衬，嘛时时常常敢若受到别人的欺负，受到人的压迫，这种的人，甚至感觉伊真孤单的人。若是对属灵的意义来看，寡妇就是代表教会。嘛，甚至是代表咱这军队耶稣基督的人啊，就亲像哥林多后书11章第2节，伫遮使徒保罗安尼甲咱讲，伊讲：因为我将上帝的心为着恁来热心，因为我捌聘定恁，互恁一个丈夫，要将恁做贞洁的在色女。献给基督，我们都像贞洁的童女啊！咱拢是亲像迄个贞洁的迄个在色女，咱拢献给基督啊！所以基督徒就亲像一个圣洁的在色女，咱已经匹配，咱已经献给基督啊！但是咱知影，这个新郎耶稣。但伊已经离开地上上天，咱暂时人无法度去看到伊。直到伊所应允的讲，有一天伊要搁再来。所以今仔日咱活伫地面上，活伫世间的基督徒，就亲像这个酒寡的人，亲像寡妇。咱嘛有一天主会搁再来，甲咱三角地地。撒旦。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对头，台湾话则翻做讲对敌。你捌有一个死对头无？用国较深来讲，哦，撒旦是敢若死对头，你知无？跟你做死对头嘞。因为魔鬼毋那是干那要甲上帝作对，你拄拄看到约伯无？撒旦无代志嘛，走来上帝面前甲咬咧对无？拢嘛你的手，你手甲换甲足好诶，你手甲离开，我保证伊当面就甲你气绝啦。今仔上帝若无保护你，你是毋是当场就要离开上帝啊？这魔鬼就是咱的死对头诶，伊是咱的对敌啊，不断地控告咱。伊毋若甲上帝做对敌，嘛甲上帝儿女来做对敌，做咱的死对头。伊一方面来到上帝面前，日暝讲昼夜控告，日暝控诉咱。圣经佫写，魔鬼撒旦亲像伫好的狮，四过行来行去，伫草找什么通吞食的人。所以路加福音18章第1节甲第2节安尼教导咱哦，耶稣安尼教示咱。伊讲着常常祈祷，毋通野神。台湾话翻做毋通野神，但是国语讲不可灰心啊。我毋知你当时感觉足野的、足神的，但我甲兄弟姊妹讲，你毋通失志，你毋通灰心，特别毋通伫祈祷这项事野神。所以咱来常常来到伫上帝面前祈祷无煞。啊！日暝来困求伊，人会休困，人有时你找袂到，但是上帝是24点钟，随时你拢会当甲呼求的上帝，阿免。我一句来讲，上帝是施行公义、行公义，上帝是信实的上帝。伊永远袂改变，人会改变，
人会车把柄，但是上帝袂改变。上帝讲是就是是。上帝要保守咱每一个基督徒免受到魔鬼的欺压甲压迫。就亲像拄仔讲，上帝保护约伯啊，你袂使将你的手伸入去到伊的身躯啊。咱面对撒旦，咱爱祈祷的原因是甚么？我看第一项，因为这个对敌真凶猛，这个对敌我甲你讲，伊毋是普通的一个角色啊！你毋通看轻伊啊！你毋通叫是魔鬼都一个简单的啦，伊无简单。所以主啊，所有的基督文啊，甲你讲，脱离迄个什么歹下。讲伊敢若讲脱离凶恶，但是原文真正是指魔鬼脱离迄个歹下恶者，迄个撒旦魔鬼。第二项，因为咱这个人是非常的软正，非常的软弱，咱是无气力的啦。你定定会跌倒，定定会失败一个人啊，所以你更较需要祈祷。第三，咱就知影，咱的上帝是公义，是信实的上帝，伊会替咱伸冤，伊会替咱主持公道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今仔日若无这个死对头，若无撒旦魔鬼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寡妇都袂去求法官、求审判官来甲帮衬啦。你靠家己就，伊都无问题啊嘛。今仔日就是感觉，伊足艰苦的，伊活袂落去啊，伊真正所以不得不逐工日暝拢要来找这个审判官、法官来找伊，拜托你来甲我伸冤一下。今仔咱踮伫这世间，咱嘛受到魔鬼的欺压甲折磨，咱嘛拄着足侪试炼、试探。我甲你讲，这对伫咱的灵命，讲起来嘛，毋是一件无好啦。那我甲看做是好事啊，因为魔鬼会互咱，佮迫切需要咱的上帝，阿免。因为你无法度靠家己啦。踮伫世间，如果你若离开迄个深听你的主，我甲你讲。你我的心，就要成做一个寡妇的心啊！咱若无主，咱就成做一个寡妇共款。这世界对你来讲，不过是空白。伫茫茫渺渺的这个世间的咱讲人海，你踮伫这个茫茫渺渺的世间内面，你会感觉你真孤单，你会感觉你真无助。甚至也感觉真无奈，因为咱的主若无踮伫咱的中间，你会变安尼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世间有真侪物件会甲你吸引，会甲你掠去，但是你若互主充满，遐物件对你来讲无算什么。路加福音18章，咱搁看第40甲第50安尼讲。讲伊久久无灭，就是迄个法官拢无要甲印。后来想讲，我虽然无惊上帝，嘛无对中人，伊做日毋准，那是因为这个酒馆的人斗来搅扰，我要替伊伸冤，免得伊永远来苦楚我。这个话本的圣经讲，免得伊定定来缠磨我，甲我甜，甲我磨。我毋知你捌定定来到主的面前来求主无？有真侪兄弟姊妹讲：“哎哟，这小可代志毋通麻烦耶稣啦。”但你会记你主安怎甲咱交代？应当一无跨路啦，凡事照着祈祷、恳求甲感谢，将你所需的甲耶稣讲对无？所以你毋通讲外口，哎呀。我要找一个停车位祈祷，哎呦，这小事毋好祈祷。甲别人讲，凡事拢着祈祷，大事小事，简单的事无简单的事，拢着祈祷。你我看这段譬如内面，
这个法官看到伊讲，伊几啊日拢唔准，甲迄个寡妇讲豆豆去找伊，安尼有一个对比无？有啊。我阁看到伊讲豆豆来搅扰伊，伊讲卖啦，免得你用用来苦楚我。所以你看见遮尔强烈的对比。今日甲别人讲，咱唔通惊麻烦上帝来。上帝爱你的，就是亲像你的细囝，常常欢喜来甲爸母讲话，常常爱来找爸母开讲，常常来甲爸母直接讲因的心声。阿妹吗？你的囡仔若拢不爱甲你讲的，你嘛烦恼啊！我看见这个酒馆的人，这个寡妇，伊是一位丧凶、善巧、无助、无通人帮助的人。伊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，真明显，伊无可能对这个法官的身上来摕到什么款的援助帮助。但是我看见这个寡妇有一个秘密的武器啊，就是伊坚持甲吞忍。法官最后所担心的，就是惊麻烦，惊伊来填，惊遮尔困扰。所以，这个寡妇，伊就是唔肯放，伊就是唔肯煞，伊就是一直想要爱得到，所以最后伊就得胜啊！你祈祷到会当来成，就是你袂使放弃。我感觉咱中间一定有真侪人唔捌安尼。来到伫上帝面前，咱讲锲而不舍的祷告，拢无想要放弃的祈祷。有时咱祈祷一摆、两摆，啊过大煞都袂记哩啊，都放弃啊。我甲你讲，若是安尼，上帝当然伊无法度，伊嘛无必要来答应你。最后所伫遮有一个结论啦。如果一个迄个唔惊上帝人，嘛无要尊重人的法官，都拢因为这个酒馆的寡妇迫切温困来祈祷恳求，逼甲这个无公正、无讲人情的这个法官，都来处理伊迄个无助的人的案件。那安尼，这位国公义、国慈爱的上帝，敢袂听咱逐个人的祈祷吗？阿免，我相信。咱的上帝是慈悲怜悯、国公义的上帝，伊的确听咱的祈祷。路加福音18章第6节到第8节安尼讲，恁就听这个不义的官所讲的，何况上帝敬的百姓，每日的熬叫伊，伊也为着因来宽容，敢无要替因伸冤吗？兄弟姊妹，你若日暝熬叫。呼求咱的主上帝，咱的主敢袂替你伸冤？伊敢袂因为伫宽容的中间来听你的祈祷嘛？兄弟姊妹，我相信上帝有伊的时间表，上帝嘛毋是受人的指挥啊。有真侪人拢家己想好啊，啊，都家己计划书摕互上帝讲来签名，甲我背书一下。咱的祈祷毋是安尼。上帝会听咱的祈祷，但是无一定照咱所指定的时间方法来答应咱啊。咱要追求伊，伊嘛一定会让咱显现。我阁讲一摆，无一定照咱所愿望的，照咱所期待时间甲地点。嘛有人感觉上帝啊，啊你是有听到无？啊你来定定拢延前。你来定定拢互我感觉，哦，我等足久诶。其实我甲你讲，上帝毋是恩前，毋是迟到，上帝是宽容世间人，因为伊无爱一个人沉沦，伊爱万人，爱所有人拢得到救诶。上帝一直互咱机会，一直爱咱最人拢会当活转。所以，这就拿阿甲路德的日子，毋是未来啦。上帝一直给咱机会啦。如果你祈祷一摆
无回应，兄弟姊妹，请你唔通停，你要继续，搁一摆，搁一摆的祈祷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唔通失望，唔通绝望。搁较要紧的是唔通放弃，甲边个讲唔通放弃祈祷。上帝要赏赐人民的时阵，就要到了。当你用迄个无改变的信心，你继续认命来到主的面前，伊祈祷，就亲像这个寡妇的祈祷，坚持的信心到落尾。我甲你讲，上帝一定会赏赐你的。所以第二项我要分享就是。唔通灰心，唔通野神的困求啦。如果你看到你较早你过去的祈祷还未得到答案，嘛敢若拢无得到回应，阁有一寡灰心啊，阁有一寡野神啊。我跟你讲，迄唔是信心的祈祷。信心的祈祷，就是你看到以前你无得到回应的祈祷，对你来讲也是一个鼓励，嘛是一个证据。你提醒咱讲，上帝应允咱的时机已经接近了。咱今仔日开会员好会，面对过去2014年咱做的，搁较要紧，咱嘛有新的计划。伫今年咱是喜年啊，50年是一个要紧的年，是咱迦南教会一个真要紧历史的关键的转变的一年嘛。咱搁较伫主的面前。将所有这计划用祈祷来做一切根基啊！主耶稣教导，主耶稣家己祈祷的款式甲模范，拢伫甲咱讲，咱着常常祈祷，唔通灰心，唔通野心。恳求的祈祷，若是还未得到答案，若是还未得到应允，咱着搁较爱集中所有的气力，继续恳求。迫切恳求，一直到伫上帝应答你、成就你为止啊！特别，咱未来计划，特别即间咱的教会，伫凭主任无岁心内用搁较侪时间来祈祷。如果上帝已经听你的祈祷，我要搁甲你讲，请你毋通讲安尼，上帝听，所以我就停止祈祷啊！甲边人讲，唔通安尼，你要继续祈祷，因为迄时阵唔是干那用恳求的祈祷，迄个时阵你要搁较侪懊恼甲感谢的祈祷。阿门。成吉思汗，咱捌听过这个人，伊的第7代孙啊，叫做铁木儿。这个人啊，我甲你讲是历史上啊，亲身征服上界大范围、上界侪土地一个人啊。我讲，伊对地中海，一直来到伫中亚，一直到土耳其，拢为伊征服的所在。对俄罗斯，对南边的俄罗斯，一直到印度，伊拢去过。当然，伊捌甲伊的朋友分享过伊早年的故事。伊讲，有一摆，我互对敌攻击压迫。我秘伫一间真破烂的一间厝仔内底，我伫遐家己一个人孤单坐伫遐几啊点钟。伫迄个中间，我敢若足失志，我所有的失败念头拢伫我的内面。我已经无勇气，我嘛无志气面对我头前的代志啊。但是伫我绝望中间，我看到一只细细的狗仔。这只狗遐伫伊肩胛头碰到一粒比佫较大几啊倍的一个食物啊，一个鼓励伫伊的身躯。伊尽伊所有的气力，迄个壁的顶悬拖迄个物件，一直行一直行。这只狗遐对迄个壁顶悬爬落来几啊摆，总是伊游玩努力继续向顶悬来爬。我伫遐甲算，伊拢总跋落来69摆，但是我看见这只狗也无灰心，无累志，
第70摆，伊爬起咧到即个壁的上悬的顶面。伊讲：我一生无法度袂记你，我看到即项事。你会记你真言嘛讲，恁着去看狗遐无？捌看到安尼经文无？你是兄弟姊妹，重要是毋通灰心啦。一摆两摆，失败偌紧，你会当祈祷到70摆吧？一个音乐家鲁宾斯坦，有一摆伊安尼讲。伊讲：若有一天，我无练钢琴，我无来弹奏，我家己我就会感觉出来啊。如果我若2天无练琴，我的朋友嘛会感觉出来啊。如果我若3天无练，我看大家人拢知影啦。一个遮尔伟大、遮尔杰出的一个音乐家，伊就安尼讲啊。咱的祈祷嘛是共款，你若1天2天1礼拜无祈祷，真紧你甲别人拢会发现啊，你会愈来愈无气力啦，你会离开上帝愈来愈远啊。你的祈祷若是走精，安尼你的灵命已经高达起来。我看到一个称作孤儿的老爸，这个英国 George Muller 这个牧师，这个人，伊对头到尾，伊一世人毋捌伸手甲人求帮衬，嘛毋捌去甲人募款过，拢无做这个代志。伊爱做的代志，伊干那做一项，就是摕着伊的圣经，跪伫祈祷房内面祈祷。你知伊的孤儿院有3000个孤儿啦，伊爱饲3000个孤儿。有一摆寒流来啊，孤儿院的宿舍内面的热水器煞歹去。伫遮尔紧急的状况，大家人拢足烦恼。但是George Muller牧师，甲平常共款，伊摕着圣经入去祈祷室，甲上帝祈祷。安尼讲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你是孤儿的老爸，你是为着寡妇辩护的上帝。我不过是一个照你的旨意来照顾孤儿的管家。即马这个囡仔伫宿舍内面热水器歹去啊，一时久嘛无法度请人来修理，但是无法度使用，求你来帮衬，求你显明你的心热，免得这个囡仔寒死。就伫伊祈祷无偌久，忽然间有一阵小风吹来，规个内面规个天气伫迄个中间。忽然间，敢若亲像春天来共款。2天后，热水器就修理好啊。修理了后，迄个寒冷的寒人的冬天的风，佫继续吹来。穆勒牧师讲：上帝超过人的理性甲想象啦。上帝听咱的祈祷，会行最最深入。George Muller牧师，伊捌为着5个无信主的朋友祈祷，伊要带5个还未信主的朋友祈祷。伊讲伊逐工拢求上帝，一工都无放手，无放松。虽然一时看袂到什么效果，我毋知影你捌为着你的亲人朋友还未信主的同事，你的厝边祈祷过无？但是伊拢无灰心，伊拢无亚神。一直甲上帝求啊，结果经过5年了后，第一个朋友信主得救啊！毋知你捌为着一个人祈祷5年无停止无？佮经过10年了后，第2个甲第3个朋友嘛信主得救啦。
到第25年后，我25年了后，第4个朋友，第4位朋友嘛信主得救啊。最后一直到这个 George Muller 安息过身几啊年了后，伊迄个第5个朋友才信主得救啊。伊家己讲，伫我祈祷的顶面，我有5万摆祈祷得到永远的经历啊！一年几工？365天，啊那10年咧，3650天啊！但是伫一生哦，伊讲伊经历5万摆祈祷得到永远的经历，甲即种的见证。所以我看见伊是一个逐工祈祷、逐工经历上帝的人啊。有人就问 George Muller 牧师讲：安尼，你祈祷得到永远的秘诀是甚么？伊讲就是马可福音书11章24节这句话啦。主耶稣讲：既然恁所祈祷来求的，就信已经得到啊，就要甲恁成啊。阿免。咱讲这句话。就信已经得到啊，就要甲恁成。就信已经得到啊，就要甲恁成。好下本的圣经讲，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你相信已经得到的，都要得到啊。啊，你都唔相信，安那嘛得袂到啊？唔知你即马有拄到什么款的困难？你有拄到什么款大的问题无？唔知你要继续伫祈祷嘛？总是我要阁甲你鼓励，请你继续不断的祈祷。你要相信慈悲疼痛怜悯的上帝，要照伊的智慧甲伊的时间来回答你。上帝要将阳光赏赐予迄不断祈祷无煞的人。请你唔通灰心失志，请你唔通亚身倒退，请你相信主会关心照顾你。我跟你讲，伊即马无回答你，无代表伊拒绝你。请你继续祈祷。甲边的人讲，你还继续祈祷。今仔日我看见全世界大型的祈祷的运动一直兴起。其实今仔台湾，我嘛看见侪教会甲全世界一直咧改变，是因为通过祈祷。我嘛看见今仔日足侪教会，特别其他的教派，因用迄种24点钟的祈祷，兴起侪祈祷的这段伫家庭内面。我感觉咱佫较需要，佫一摆鼓励你，伫你的家庭，伫你的职场兴起祈祷，伫遐起做祈祷的这段，特别咱的教会，无论咱要做甚物。咱更较需要同心合意的祈祷。我捌来开始时，我有讲，我足毋捌咱的祈祷会，毋是10外人啊，20人咧祈祷。一间教会祈祷会应该50人、100人的祈祷，阿免嘛。但是我相信，这是上帝上欢喜的事。今日大部分的基督徒对伫迫切的祈祷。属灵精神的祈祷的人脉也无够个，咱真少看见圣信中间祈祷所带出来果效。真侪基督徒承认因相信祈祷，但是真少委身伫刚强、专心、迫切的祈祷的生活内面。咱需要搁较侪祈祷的基督徒，毋若知影要安怎拍拼，安那温困。继续祈祷，咱嘛要呼召更较侪人做伙参与伫祈祷。我嘛足期待，嘉南教会有更较侪大道的勇士。有一本册《祈祷出来的能力》，这本册的作者 Barnes， 伊强调，基督徒需要迫切的祈祷是偌尼重要啊！伊安尼讲。伊讲，咱现在所需要是勇敢的基督徒，真实的基督徒，
祈祷的基督徒，因为这个人除了敬畏上帝以外，因是什么拢唔惊的基督徒。阿门。祷告让你一无所惧，祈祷中间你才袂惊呀。撒旦家己知影，伊会失败，伊最后结局。但是我甲你讲，撒旦上惊的，就是教会通过祈祷来摕到对耶稣基督来所要授予予咱的能力啦。所以伊要尽一切气力来阻碍、来破坏、来阻挡基督徒的祈祷。所以你若唔祈祷，撒旦是上欢喜那尔。另外一个祈祷的人穆安德烈，伊嘛安尼讲，伊讲相信教会甲世界上界大的需要就是祈祷，只有通过祈祷、代祷，上帝的能力才会对天降落，才会当互教会来征服这个世界。兄弟姊妹，你要得胜，你要赢过所有一切，你需要祈祷。马太福音21章20最后所甲咱讲，搁祈祷的时，既然恁所求的，信就要得到啦。我一摆宣告，恁所求的，信就要得到。恁所求，天父上帝想要满足你一切需要。你为会当望到天堂，会当甲主三拄，将你所需的一切带到你的面前。就是通过祈祷。今仔日，咱活伫这个时代，其实有侪人想要来入拜耶稣，真侪人已经心拍开。这是一个收割的季节，这是收割的季节。咱需要听见上帝呼召工人收割，稻啊熟熟的呼声。约翰福音4章35节，主耶稣讲。夜目看田园，已经熟，通收割啦。田园已经熟啊，通收割，总是欠工人啊。启示录14章15节安尼讲，就伸出你的镰刀，起来收割，因为收割的时已经到啦，就是地上的五谷已经熟啊啦。我相信伫未来几年中间，会有更较侪人想要来认拜耶稣，有更较侪已经准备好灵魂，等待你来收割。伫南港教会，我一个青年，伊伫清华大学读大学3年的时阵信耶稣。信耶稣了，伊深深受到激励呼召，安尼毕业做兵了，伊就到香港读神学院。迄个神学院是专门要训练宣教士的，伊决心一世人要奉恩的主，并且伊真清楚，伊要去的所在就是要去到伫会当这个穆斯林，就是为伊斯兰的人祈祷。宣教甲祈祷，所以后来伊就甲伊的太太选择去到伫新疆啊。伊即马伫乌鲁木齐已经住第2年半，并且伫迄个所在学因迄当地语言啊，维吾尔语啊。伊即马会当讲简单的维吾尔语啊。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宣教传福音。已经带3个人来信耶稣。所以伫这中间，我看见咱同款，伫这个时代，咱需要来回应，求上帝帮助咱伫这个收割季节到的时阵，你讲主啊，我伫这来找我，愿意踮伫你的面前，为着遐要活转来到伫耶稣头前的这灵魂来祈祷。你敢愿意伸出你祈祷的手，来为着你厝邻的人？为着你的亲情，为着你的同事，为着你的厝边，甚至为着咱这个困难中困难侪国家祈祷嘛。上帝希望你我夜目来看，咱四周围已经熟，才来这稻啊，这庄稼，这五谷。
来带领更较多已经准备好的人，会当入来伫上帝国内面。所以伫咱的生活，伫咱的工作，咱嘛需要唤起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你起来祈祷，通过圣神的馈力，上帝要互你来服侍你身躯边的人。伊的心意就是来负起祈祷的责任，互你会当伫厝里，伫你的社区，伫你的职场，伫你的学校，你会当伫你的生活现场来看见上帝心意得到成。所以，请你将祈祷放伫你的生活、伫你的属灵的生命、甲你日常生活内面摆伫第一位吧。今仔咱来做第一项是祈祷，第二项嘛是祈祷，第三项也是祈祷。无一项比祈祷对你这么来讲更较重要的。以赛亚书56章第7节，咱的主耶稣就去到圣殿的时候，嘛用这段圣经搁讲一摆。伊安尼讲，因为我的厝要称做万百姓祈祷的厝。咱甲咱教会，咱这间圣殿，咱这间厝，嘛要互上帝称作是万百姓祈祷的厝。我们这里是万民祷告的殿。这段圣经内底讲这个厝，台湾话都翻作厝，这间殿 house， 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家庭。咱拢是伫这个属灵的大家庭内面，对无？所以上帝称伊的殿，基督徒聚会所在是家庭，咱拢是一家人。今仔咱开好会，就亲像咱伫除夕夜，咱拢为你做伙，对无？上帝百姓爱做伙起来祈祷，咱做伙组织。咱称作祷告之家啦 ，a family of prayer。咱是一间祈祷的厝，一间祈祷的家庭。咱每一个家庭，包括咱这个大家庭，拢爱祈祷。咱身躯派着重大的责任，就是互咱的教会成做一间祈祷的教会。因为我看见咱下口有标语啦，确实爱咱成做祈祷的教会，但是唔通行伫标语的内面。甲边人讲，实际行动来祈祷。一个改变人生命的所在，就是祈祷的殿。咱必须要有需要的时阵，人足需要的时阵，你要帮衬伊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你要伫祈祷中间，你为着需要的人伫遐祈祷。当伊面对属灵征战的时阵，当伊需要医治的时阵，因需要伫财务顶悬得到突破的时阵，因需要上帝保护的时阵，因为着要达成上帝的旨意甲心意的时阵，咱拢爱做伙祈祷。咱必须要连接起来，因为主讲，当两个做伙，两三个人同心祈祷，主就是唔爱你家己一个人了呢。并且我阁鼓励一摆，你要继续，爱持续不断，爱吞论到落尾，爱逼切，搁进入搁较水搁较深的所在去遐祈祷，一直到看到所有的捆绑受讨绑。所有代志得到改变，特别做青年人，对这个受迷惑的时代，对这捆绑的中间受讨绑出来。因为咱来得到下一代青年，咱嘛爱互做已经破裂、已经面临足侪问题的家庭得到改变甲翻转，嘛毋万咱的教会得到极大的祝福，一直到看到咱的教会。搁一摆成长甲复兴，同心来祈祷。亲爱阮的上帝，满心感谢阿罗你，阮相信是主你的听，甲阮三甲伫地。我嘛深信通过祈祷，阮要经历迄个阮的手无法度做的事。主啊，求你互阮伫你的面前来迫切恳求，就亲像一个寡妇共款，直到伊的恳求得到应允。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。